咁你馬榮曾其實你依家咁樣嘅講法係咪即係顯示係否認緊自由黨舊有嘅立場啊？定還是係而家你自己即係突然間幫中共去洗白呢？嚇？因為你一路係重複緊中共關於維吾爾種族清洗嘅問題上邊嘅嗰啲話語啊，即係其實係連個手法都好一致。我哋都好擔心，喂，其實阿馬議員你咁樣即係咩立場呢？你係咪企喺加拿大人嘅立場去講嘢呢？嚇？大家好，歡迎收聽時事焦點，我係鄭樂偉。喺開始探討之前，首先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訂閱，撳埋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國會議員馬榮曾喺3月20號嘅加拿大國會工業委員會聽證會上，向專家證人提出質疑中國生產電動車零件可能涉及維吾爾族人強迫勞動嘅講法係道聽途說。又反問對方係唔係親眼見過，惹嚟輿論關注。咁雖然其後啦，馬榮曾就向專家證人道歉，咁但係依然就未對立場作出任何嘅解釋。本來嘗試揾過馬榮曾，不過咧係我哋錄音嘅時候，馬榮曾都並未回覆，好可惜啦。咁就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聽佢親自解釋。咁唔少香港團體都對馬榮曾嘅講法表示抗議。我哋今日請到港加聯會長 Andy Wong 嚟同我哋講下。係 Andy 你好。係你好啊。今次咧就馬榮曾就話啦，維吾爾族強迫勞動咧係一個傳聞。咁想問港加聯點睇呢件事咧？咁呢個真係好離譜啦！呢個咁樣嘅講法，即係你對住個專家證人，同埋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喺新疆地區、維吾爾族地區嗰度出現嘅嗰個強迫勞動，唔係話一啲即係純粹好似佢咁講傳聞啦嚇，即係依家係過去5、6年一路有。正式嘅記錄，有衛星圖片，有各種嘅即係受害人現身說法等等嘅有一系列嘅證據確鑿記錄嘅一件事。亦都我哋知道，即係對於維吾爾族嘅嗰個種族清洗，即係去到嗰個程度係即係即係所謂叫做一啲勞動嘅集中營啦。其實嗰個狀況係有去到係一啲即係女性可能係被絕育啦嚇，或者係即係維吾爾因為係信呢個伊斯蘭教嘅，又強迫佢哋食豬肉啦嚇，等啲即係呢啲嘅事，全部都係有證據確鑿，有人現身說法嘅一啲事。咁雖然中國一路都係否認啦，當中有啲指控啦，或者係講到好好聽就話啊，我哋要幫佢哋係投入嗰個勞動市場啊等等咁嘅講法。咁但係個事實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嘅嘢，其實好明顯嘅。咁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唔係即係無啦啦新爆出嚟嘅一個指控喎，呢個係一個加拿大政府以及國會已經係全面承認21年已經通過咗相關承認種族滅絕嘅嗰個嘅動議嚇，係200幾票對0票嘅通過。提出嘅係自由黨嘅議員。咁你馬榮曾其實你依家咁樣嘅講法係咪即係顯示係否認緊自由黨嘅舊有嘅立場啊？定還是係而家係即係你自己即係突然間幫中共去洗白咧嚇？咁即係因為你一路係重複緊中共喺嗰個關於維吾爾種族清洗嘅問題上邊嘅嗰啲話語啊，即係其實係連個手法都好一致啊！咁我哋即係對於呢樣嘢嗰個狀況係即係一嚟係震驚啦，點解會一個我哋加拿大民選嘅議員會提出咁嘅嘢啦？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清咗筆信用卡數，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做咗債務重組，而家無債一身輕。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
二就係話，即係我哋都好擔心，喂，其實阿馬議員你咁樣即係咩立場咧？你係咪企喺加拿大人嘅立場去講嘢咧？嚇？嗯，咁你哋嘅聲明入邊就有提到啦，就擔心馬榮曾咧冇辦法為香港通道嘅永久性居民申請人去爭取權益。咁點解會咁講嘅？明明我哋講緊新疆。嗯，係啦，咁而家我哋其實即係香港通道嘅存在，就係因為北京嘅政府喺香港強加咗呢個嘅國安法啊。咁其實香港係面對嘅狀況係有同新疆類似，即係我哋甚至係有一啲嘅即係中聯辦嘅官員係由新疆嗰邊調派過嚟。係面對緊嘅嗰種嘅對香港整體嗰種高壓嘅壓迫，其實係有好多嘅成分係參考自對於喺新疆嘅維吾爾族啦，以及係對於呢個西藏嚇嗰邊嘅一啲嘅打壓嘅狀況嘅參考。咁我哋而家係講緊係呢批嘅朋友通過香港通道申請永久居民，誒、其實有即係當中唔少嘅數目嘅人係真係面對一個因為驚被政權清算而走出嚟嘅人。咁而家你呢個馬議員，即係同北京嘅口徑咁一致嘅時候，咁我哋點樣相信你係會保障我哋呢一批逃出嚟嘅手足咧？啊，而家我哋講緊香港通道，雖然冇話好刻意就話你一定要證明自己可能受迫害之類，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證據嘅話，你已經行咗係即係難民嘅難民。途徑嚇。咁但係其實香港通道有好大批係可能佢例如話曾經被捕啦，或者可能係佢嘅生計可能其實可能都可能例如話曾經做過公務員咁先算啦，唔肯要跟嗰個宣誓效忠中國嗰個政權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即係走咗出嚟，咁呢扎人係會擔心佢喺如果翻香港啊，或者係喺香港繼續生活嘅話，其實會有出現好大可能經濟嘅問題等等嘅嘢嘅各種迫害。咁呢扎人點解會而家可以會信馬議員？即係佢好積極咁樣，好似有啲位去幫助即係做一啲同香港通道相關嘅一啲倡議。咁但係其實係真唔真嘅咧嚇？誒，而家佢淡化緊嘅係一個侵犯人權嘅問題，而我哋香港人呢扎嘅通道嘅用途嘅申請人，其實都係面對緊人權被侵犯嘅問題啊。咁嗯。而家所以馬議員嗰個狀況就係佢已經違背加拿大本身嗰個對人權嘅嗰個價值觀啊。我哋嘅睇法係係。咁點咁點點樣點樣可以信你咧嚇？呢個係個問題。係咁，但係講起呢樣嘢嘅話咧，阿馬榮曾其實佢已經道咗歉啦，咁就話佢就將深圳聽錯咗做新疆，咁又想睇下你哋點樣睇呢件事啦。咁嚇。同埋啦，港家聯其實希望佢啦，甚至係加拿大政府又可以點樣做咧？邁向50周年老字號怡和電業，多年嚟陪伴無數華人家庭。今日怡和電業以更完善嘅服務，同時服務士嘉堡及列治文山兩個社區。怡和電業新舊兩店並行，7天營業，信心延續。馬議員就話佢自己係講緊深圳啦，就唔係講緊新疆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好無稽嘅，講真，即係成個聽證會一路前文後理，全部都係講緊新疆嘅強迫勞動嘅問題，以及喺一啲係講緊電動汽車嘅一啲零部件，係可能係因為用緊維吾爾強迫勞動之後嘅產生嘅呢啲產品嘅一啲零部件，然之後裝落喺車度。咁即係佢就話自己係講緊深圳嚇，你聽錯咗係新疆咁樣。咁但係唔通即係成個背景就話唔通你嗰個車因為喺深圳組裝咁，所以背後嗰啲零件係喺新疆或者邊度係強迫勞動得出嚟嘅，就唔關係咩？我哋而家嘅討論正正就係呢樣嘢啊嘛，我哋係
加拿大係有法例要求喺我哋嘅供應鏈裏邊唔可以使用強迫勞動所產生嘅產品嘛。咁點解即係就算我退一萬步話，你真係講深圳，點解會係咁樣係一個可以接受嘅？都係依然係淡化緊中共喺新疆地區嘅對維吾爾族嘅嗰種強迫勞動嘅手法。而且喺個聽證會，因為佢呢個咁嘅言論之後，嗰個兩位專家證人即係退席之後咧嘅剩翻嘅時間，全部都係處理就係因為佢呢個言論所帶嚟嘅爭議。喂，當時你又唔澄清，點解過咗幾個鐘頭之後先再出一個咁嘅聲明去澄清咧？即係呢個所謂道歉，其實係喺一個程度係唔真誠，而且係即係喺某個角度睇，唔係侮辱緊大家嘅智慧。咁我哋即係希望加拿大政府喺而家呢個處理裏邊啦，佢已經即刻澄清咗，即係佢哋都依然係好關注強迫勞動嘅問題。咁但係加拿大政府而家係需要確定咧，我哋係有足夠嘅資源，係真係去監察緊我哋嚟緊可能電動車又好，或者其他嘅嘢都係咪可以排除呢個強迫勞動所產生嘅一啲產品。另一個就係要打擊翻嗰個外國干預嘅問題咯。一嚟嗰個外國干預透明度嘅登記制度，依家係準備要實施啦嚇。咁我哋有冇充足嘅精力以及係資源放落去咧？亦都要面對喺由中國嗰度產生嘅一啲虛假信息以及政治宣傳，包括例如呢啲咁樣否認即係維吾爾種族清洗嘅講法，都係一啲由中國出嚟嘅政治宣傳啊。咁其實係點樣打擊呢個嘅講法咧？最後就係話對於即係我諗呢個係各個政黨都要面對嘅問題，因為我哋睇緊馬榮曾係一個跳黨嘅議員啦，係咪由保守黨跳去自由黨？咁其實各黨都需要係對於嗰個參選人係一個審查，係咪呢啲人係真係符合喺加拿大嘅人權係嘅立場，以及係民主嘅原則咧？咁我諗呢度係每一個政黨都需要去留意嘅一個問題。好，今日唔該晒 Andy。好，多謝。超越頭條，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多謝你收聽收睇星島 A1 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嘅時事節目《時事焦點》，希望有你嘅支持，歡迎你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撳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